高雄一个托婴中心的负责人，进前就因为虐待囡仔去互废照，即马又搁用因翁的名开一间托婴中心，同款是有甲另外一个年母做出硬甲囡仔灌牛奶、甲扇嘴皮一寡不当的行为，有8个囡仔受害。社会局即马是已经下令，这间托婴中心得要停业，而且协助其他的囡仔换去别间机构。 社会局人员来到高雄南仔溪一间托婴中心稽查，还有家长是紧走来要甲囡仔带走。是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啊？刚刚，就先把小孩接走，对，先接走，然后把东西都东西都会取回啦，我们这边的东西都会取回，然后就会退脱。家长接到社会局通知，讲伫透天厝1楼、2楼的一间托婴中心，有8个囡仔哪受风虐待。困难就是把门应该打开，直接用灌的，然后还有粗鲁的倒，就很像玩具这样甩来甩去这样打巴掌。 有家长表示，负责照顾囡仔的姓杨的查某人，较早是托婴中心的负责人，因为虐待囡仔，另母的证照互废掉，伊就偷用别人的证照继续来照顾囡仔。伫同款这个所在，用因翁的名做负责人。若托婴中心是改名重开，今年2月，伊和另外一个另母涉嫌甲囡仔灌牛奶、内钱腐蚀品质，甚至是扇嘴皮。时间也久了哈，所以说有些伤势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明显，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。市府讲，苏当时核准这个托婴中心立案的时阵，就知影新的负责人和姓杨的查某人是翁仔某。可以不允许他吗？那中央回复我们说，如果没有不适当的这个身份，确实还是要符合，还是要核准他。 那也因为我们的担心，我们才会加强稽查。市府讲，因无定期稽查几若届，常常拄到托婴中心无开门，或者是姓杨的查某人挑工要闪，稽查人员无法度发现状况。若2已经下令托婴中心停业，嘛协助其他的囡仔去别位所在。姓杨的查某人除了刑事责任甲裁罚，嘛互要求未来30年袂使阁受囡仔照顾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